大家好，我係 Curtis。咁內地即將開始五一黃金週啦，預料港股嘅成交咧都會靜一啲㗎。咁但係有兩個行業板塊可以留意住嘅。外圍方面，今個星期比較多變數啦。科技七雄當中咧有4間會公布業績，我哋逐一同大家分析下。先同大家睇下個大市啦。港股繼續延續咧我哋之前分析過嘅上落格局啦，繼續咧都係兩條畫面上面橙色線中間嘅位置啦，19,500去到22,600度上落啦。都再講多次啦，22,600咧係個大型下跌裂口個頂部啦。短期之內，無論從消息或者成交角度去睇咧，要突破難度都唔低㗎。內地方面咧，仍然個焦點都係啲政策消息啦。之前嘅中央政治局會議同埋今個星期一個國新辦嘅記招咧，都係繼續延續個政策立場咧，要支持個經濟啦。但係暫時就未有具體措施㗎。我哋預計咧，中央都需要啲時間去觀察同埋評估貿易戰嘅影響有幾大啦。當5月份開始公布啲經濟數據，尤其是係進出口貿易嘅時候咧，開始見到啲數據明顯轉弱咧，就有機會推出新一輪嘅措施啦。包括消費同埋房地產呢兩大範疇咧，都係重點嚟㗎。相關受惠股咧就係啲內房股，好似華潤置地啦，以及啲內需股，例如係隻攜程㗎。都提大家啦，今個星期四咧，港股係公眾假期，亦都係中國內地五一黃金週開始啦。A 股由5月1號咧去到5月5號休市啦，下星期二5月6號先至會復市㗎。今年內地嘅黃金週咧，連住週末啦，假期總共有5日㗎，比往年多咗1日。甚至咧，內地都興起額外請多4日假咧，就有連住11日嘅假期啦，可以去過場旅行。內地文化同旅遊部咧已經率先公布咗咧五一一啲預測嘅數據啦。預計咧國內旅遊嘅人次會去到3億5千萬啦，按年增長1.5%。旅遊消費咧更加會顯著創新高㗎。假期長咗，預計咧出境旅遊亦都會增長啦。尤其是今年以嚟咧，中國嘅出入境旅客一路有增長嘅趨勢，按年增加咗1.5%㗎。揀股繼續咧都係睇翻隻龍頭嘅攜程啦。除咗受惠國內旅遊之外咧，佢嘅強項正正就係跨境旅遊啦。公司本身預計全年嘅收入咧會有中至高雙位數嘅增長啦。出境遊方面咧特別會有超過2成嘅增長㗎。睇埋個股價嘅走勢啦，正正就喺度回補緊月初嘅下跌裂口啦。即係去到橙色線嘅位置，可以考慮咧長假期前後咧度部署㗎。第一步用翻個裂口頂做目標啦，大約就483蚊。再往上挑戰翻咧就係500蚊嘅關口啦，亦都係條100天線附近嘅。外圍方面咧，今個星期美股嘅變數比較多㗎，無論話消息、數據抑或技術走勢上啦。總統特朗普同埋財長方面咧對關稅方面嘅態度都出現軟化啦。但遲遲咧都未有確實話具體嘅貿易戰嘅協議消息啦，尤其是同中國方面咧更加啲消息咧都幾混亂下㗎。另外，今個星期美國都多數據㗎，星期3咧會公布第一季嘅 GDP 啦，加埋咧3月份個 PCE 個通脹數據，市場預計咧個 GDP 按季增長咧0.4%啦。數據就喺貿易戰之前㗎，不過咧如果低過市場預期咧，可能都會令大家憂慮咧美國經濟應對貿易戰嘅能力。反之，如果高過預期嘅話咧，對股市都會有穩定作用㗎。同樣道理，星期5咧就會有4月份嘅就業報告啦。市場預期個非農就業職位咧可以增加到135000個啦，失業率咧預計就維持4.2%不變㗎。技術走勢上面點咧？睇一幅圖啦。納指從4月7號嘅低位啦，14700逐步反彈啦，喺個小範圍裏邊咧都形成咗一個一底高於一底嘅形態㗎。上星期5更加咧突破咗個下跌裂口，大約17200點啦，可以視為咧暫時係脫離咗個跌浪。企穩到17200嘅話咧，有機會上望翻3月份嘅高位啦，即係藍色線嘅位置，大約18200點嘅。跟住咧睇下投資者嘅問題啦，關於啲美股科技股㗎。美股科技七雄當中啦，Tesla 同埋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咧已經公布咗業績啦。微軟同 Meta 咧將會喺美國時間星期3公布啦。蘋果同亞馬遜咧就喺星期4公布。Nvidia 咧就要等到5月28號㗎。之前 Alphabet 嘅業績咧就好過市場預期啦。第一季嘅收入升到1.2%㗎，盈利更加增長到4.6%啦。派息提高咗5%，而且咧會回購700億美金嘅股份。相反 ，Tesla 業績差過預期啦，收入跌9%，盈利咧更加係大跌成1%㗎。
不過你話嚟緊嘅業績嘅話咧，而家市場嘅焦點都唔止係咧，即係之前上一季嘅表現㗎啦。仲有喺貿易戰嘅影響之下，投資者咧都擔心宏觀經濟咧會出現衰退啊、通脹等等嘅問題。咁多不明朗因素之下咧，即使你話第一季個業績交到貨咧，都好難估計全年嘅表現。影響最大嘅當然係啲零售商啦。但你話啲科技股、軟件公司啊、廣告公司咧，市場都擔心佢哋嘅環境咧都會受到影響㗎。相對嚟講咧，微軟受到關稅嘅直接影響會比較細啦。佢嘅辦公室軟件同埋雲服務咧嘅全球需求都比較穩定，而且 AI 方面發展亦都領先㗎。睇埋個股價走勢咧，近期嘅表現都明顯咧強過其他幾隻嘅大型科技股，亦都強過納指㗎。微軟已經升翻穿咧4月初嘅水平啦，進一步挑戰緊3月份嘅高位同埋$400美金嘅關口。不過咧，始終而家近來嘅不明朗因素比較多啦，不妨睇埋份業績咧，先至再考慮入唔入場㗎。最後簡單申報翻啦，本人係證監會持牌人士，並冇持有以上嘅股份。我哋遲啲再見。